大家好，我係番茄啊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如果有一個人用一間查唔到存在嘅機構名義，自稱專家監察法團同埋你屋苑所有大維修，做影響業主去告法團主席，你哋覺得有冇問題呢？呢條片唔係講話撐邊個，而係講事實同埋責任。今集點解我要講潘焯鴻同埋中科監察呢？因為近排佢好多次用中科監察主席嘅身份出現港九新界各個屋苑，發表所謂監察調查，指控法團主席、管委會、大維修工程，甚至話要追究民事同刑事嘅責任。聽落好似好勁啊，好專業啊，係咪？但問題係，中科監察究竟係乜嘢公司呢？喺呢度要多謝瑞和苑嘅主席梁寶玲女士，佢鍥而不捨去各部門求證，中科監察係一間乜嘢公司同埋乜嘢社團呢？結果係乜都冇，查唔到中科監察呢間公司嘅存在，即係乜嘢意思？冇公司註冊，冇商業登記，冇法定嘅地位。換句話講，中科監察唔係一間法律上存在嘅公司。問題就嚴重啦，一個冇註冊、冇法律身份嘅機構，竟然可以自稱監察主席，要求法團交出所有工程合約、查量款、批核、保險、保證金、評價工程有冇誇大，甚至話涉及刑事責任。大家諗下，如果佢份報告錯咗，邊個負責啊？有冇公司追究？有冇專業責任同保險？有冇法律責任承擔？可能全部都冇。真正嘅後果係乜嘢？更加值得關注嘅嘢，呢個專家身份實際上影響咗一撮小業主，被說服到去告法團，去小額錢債審裁處，告主席，告管委會。例如瑞和苑嘅例子，潘生叫一撮小業主入稟，最後冇人出庭，法官當然審唔到案啦，所以案件就被剔除啦，浪費咗主席管委會私人金錢同埋時間。大家諗下，呢個責任邊個負啊？小業主啊，定係潘生啊？之後呢，潘生死心不息喎，用佢嘅專業推動瑞和苑嘅業主用5% 開業主大會，議程入邊竟然有一項話要追討第11屆管委會所有個人法律訴訟嘅直接同間接開支，但事實係告法團嘅唔係管委會，入稟嘅係少數嘅業主，唔出庭嘅亦唔係管委會。咁點解最後個責任反而要管委會孭呢？所謂專業顧問有冇合約嘅呢？如果中科監察真係咁專業，我有3個問題：第一，有冇真正嘅合約？第二，有冇清楚列明責任範圍、風險？第三，如果報告失實，點樣去追究啊？如果答案全部都係冇嘅，只係一句話，信我啦，我係專家。對唔住啊，潘生，呢個唔係專業啊，呢個係誤導小業主。監察唔係靠自稱㗎，專業唔係靠個名銜，責任更加唔可以空口講白話。任何人用一個查唔到存在嘅機構名義去影響業主，推動訴訟，要求法團交出文件，都值得公開被質疑。今次我所講嘅嘢唔係幫任何主席啊或者管委會去護航，我係只想提醒一句：潘焯鴻先生周圍去各區屋苑同租置盤，實會有一度中伏㗎，最後埋單嘅永遠都係小業主。如果你哋都覺得想多啲業主唔好中伏，
請你俾個 like 番茄，分享訂閱我個 channel，等更多人睇到，唔好再俾潘卓雄誤導。